大家好啊，我係博博爸爸啊。咁今日咧就想用即考版咧同大家一齊砌一隻蝴蝶喎。咁我哋依家開始啦。首先係大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做到另一個大嘅等腰三角形，之後到平行四邊形。去到細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去到另一個細嘅等腰三角形，跟住到中嘅等腰三角形。最後咧，我哋就放埋個正方形，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完成咗隻蝴蝶㗎啦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博博爸爸啊。咁今日咧就想用即考版咧同大家一齊砌一隻蝴蝶喎。咁我哋依家開始啦。首先係大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做到另一個大嘅等腰三角形，之後到平行四邊形，去到細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去到另一個細嘅等腰三角形，跟住到中嘅等腰三角形。最後咧，我哋就放埋個正方形，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完成咗隻蝴蝶㗎啦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短片嘅話咧，可以俾翻個 like 啊！如果你哋咧有咩意見咧，可以留言俾我噶。咁如果咧你哋又想支持下我哋頻道，又想收到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咧，可以撳一撳訂閱。好啦，拜拜。